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Lisa， 我即马伫桃园机场，我搭为旧金山飞转来台湾。我头拄仔先去寄行李，先甲一部分行李寄转去高雄，等一下呢，就随要飞韩国的釜山。吼，毋知是啥白加你笑的心情，害阮甜到要死。阮到釜山啊，即马要来去换电话卡。我已经伫 Klook 顶悬订好啊，即马来去换插落去，阮就有网络通好用啊。另外，我订的即个阁有架一张韩国的交通卡哦。换好啊，即马要坐车来去阮住的所在。阮行李放的就赶紧走出来食饭啊！阮今日要食烘肉，听讲即间烘肉店是即马在地人上爱食的一间，较晚的就爱排队啊，所以阮来赶紧去。今日要食的就是即间韩国的餐厅，一坐落来就拢会互你真侪面配。即间的面配拢真好食，尤其是即碗冰山菜头丝特别好食，冰凉啊冰凉，退火搁加油，热天的时阵食特别爽。这个烘肉真正袂歹食，而且搁毋免家己烘，店员专程帮你服务，烘好加好，互你食。带大家来看阮即摆来韩国住的所在。阮即摆住的咧，这是 Airbnb， 这阮小妹拣的啦。伊会拣即间咧，是因为伊看网络顶悬的评论讲，即间的眠床足舒适的，连迄腰无好的人倒落去拢哗赞。咱今日暗时来困看卖，看敢真正遐赞着。遮有2间房间，遮一间，遮一间。咱先来看即间，有一顶眠床，一条伪装桌啊，查某囡仔足需要的，阁有一台冷气。刷落来，咱来看即间，同款一条伪装桌啊，一顶眠床，再阁有碰椅。顶悬有一个投影机，会当坐伫遮看电视。这是客厅，这嘛有一条碰椅，这个会当放音乐，而且是这种吸盘的哦。这边这是灶骹。这灶骹阁真大真宽，会当买水果转来遮洗来食，阁会当伫遮煮食，嘛会当买物件转来烫。这边则有一个冰箱，咱来看内底有啥。哎哟，阁有架饮料呢？无啦，这阮头拄仔家己买的啦。这阁会当洗衫、烘衫，袂歹哦。刷落来，咱来参观一下便所。这个便所阁不哩大间，应该有的嘛拢有。这阁有2楼，咱起来看卖仔的。这顶悬有热哦，阁有一间细间的房间，咱来看卖。遮就安尼尔，一个小小的空间，会当伫遮冥想。哦，这顶悬热甲起来，敢若在洗三温暖的，我要落去吹冷气啊！来，暗顿食了，咱来食宵夜。今仔日的宵夜是鸡肉糋，推落！
今日天气袂歹哦，阮即摆要来去机场市场食海产。到机场啊，为1号出去。阮即马来到机场市场遮要来食海产，毋过遮9点才开门。阮因为时差的关系，真早就起床拼过来啊，无想到餐厅竟然拢也未开。则即马干那一寡亲像台湾早市底卖菜、卖水果、卖鱼仔的摊仔尔，真无简单看到一间伫卖食的物件，先买一袋啊番薯钱甲煎饼来煮枵。顺续来超商买一杯大家推荐的咖啡加金蕉牛奶。我本人是无咧啉咖啡，所以我啉金蕉牛奶。若要讲咖啡加金蕉牛奶敢有好啉，阮小妹是讲咖啡味伤正，伊啉袂惯势啦。总算是到食饭时间啊！遮真侪餐厅的人拢会徛伫门口扭人客，你看介意倒一间，行过去价太太的，就会当扭去食饭啊。阮选的这间餐厅入来遮食，一个人是5000韩票，因帮阮料理。阮买2只金仔拢总是14万韩票，这是会当抬价。毋过阮无啥会晓抬价，敢若抬2万块尔，嘛毋知影抬了敢有水开。饭食了啊，刷落来坐计程车要来去耍厝车。到位啊，来去换票。我这票是伫Klook店馆先买好的。啊，最近釜山有一种叫做釜山 Pass 的旅游票通好买，嘛会当用来耍这厝车，拢总会当耍2遍。毋过阮无买这釜山 Pass， 因为阮带阿母行程无想要排遐暗，互阿母收忝，所以阮有算过，阮要去的所在用釜山 Pass 落去算是袂好的。颠倒是一个一个买，加起来搁比釜山 Pass 较俗，而且这厝车我伫Klook店馆买，是比伫官方网站店馆买较俗，而且阮一个人会当算4摆。毋过这是期间限定的，过着无啊哦。大家安排行程的时阵，会当家己计算看卖。迄边是乐天游乐园，毋过阮无买去。来耍厝车，头一摆爱行这条，因会先教你爱安怎操作。阿母来啊！阿母第4名，第2摆真好耍，好耍无？好耍！耶！甲大家报告，我拢总耍5遍，因为阮阿母耍2遍就无爱耍啊，所以剩的就留互阮姊妹仔耍。毋过我是感觉其实耍2遍就有够啊，因为踅来踅去的行车，阮算落来拢有感觉头晕晕，无啥爽快。后一站青山坡。
知讲这爬山坡遮安尼看海，才有一个步道会当行。咱入来进前咧，爱先穿鞋套。头前遐有一个玻璃的所在，会当直接看到下骹，咱来看卖。阿母看下骹，看下骹，敢会惊？骹底会惊袂？这就是韩国传说中的灌篮高手冰沟道。阮坐伫海边的车顶看。本来安排要去食迄间餐厅，因为时间已经收暗嘛，已经关门啊，所以咧，阮就走来这海云台市场遮细细找物件食。班做差不多，没有我做卡，而且它比较那个。这什么酒？菜头、粿啊、菜。肠啊，有什么味的酒？下暗来食什么鸡？今日早顿来遮食遮有名的猪肉汤饭。
阮今日是踅街行程，来到这罐头市场来踅街食物件。这几天足忝的，阮透早就走来8点，就是韩国的三温暖来遮放松一下。我头拄仔已经伫内底洗身躯、泡烧水，即马伫遮咧泡骹休息。间内底是土药的味。哦，这间内底边口够寒的。
啥要出去啊？只要行在无共的房间，有寒有热的，身躯洗了拢会当来遮休息，来烘烘的。若巴肚枵，阁会当伫遮食泡面。遮遐尼侪房间，我上介意迄个黄土的房间，因为内底有土窑的味，我不哩介意迄个味。另外，蒲团迄个房间嘛袂歹，迄个味嘛真好闻哦。我遮18人的票是已经先伫 Klook 先买好啊，伫 Klook 顶管买会比伫现场买减1000块含票哦。结束啊，所来要去食饭。阮即几工基本上拢是坐计程车，因为阮4个人安尼较会好，阿母嘛免行遐济路。今仔日下暗的暗顿有鸡肉煮家的爱马仕甲包鱼糜哦。